澳洲八滿閣海鮮酒家舉辦高端溏心鮑魚美食盛宴。3月14號，由澳洲華人餐飲業商會會長車石泰先生主理，八滿閣海鮮酒家辦咗一場溏心鮑魚為主題嘅高端美食盛宴。活動由亞林美食林會長策劃，吸引咗近100位餐飲界名流、美食家及媒體嘉賓。車石大會長在歡迎詞中表示，八滿閣秉承以積極工藝致敬嘅傳統理念，每隻鮑魚均需要經過7天7夜嘅精心繪製，以呈現最佳口感。他強調，這種匠心工藝正是中華美食文化嘅精髓所在。林會長則介紹咗鮑魚歷史及獨特嘅風味，並表示本次宴會特別呈現咗溏心乾鮑經典嘅烹飪方式，以賓客深入體驗這一海鮮嘅魅力。晚宴期間，精美嘅菜肴、純嘅美酒，賓客們在品嘗佳肴嘅同時，也感受到中華飲食文化嘅深厚底蘊。此次活動不僅係一場味覺嘅盛宴，更促進咗美食嘅交流同埋傳承。